观众朋友，天气咧寒，就要注意身体。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中南部大约是12度到16度，也 AM 到明仔透早上寒，可能会无到10度。看到在整个苗栗以北、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的近山区，都有部分地区是会低于10度以下的。那这些地方主要是受到辐射冷却或者是谷地一个比较地形影响造成的一个低温。那至于在都会区来讲，可能也是在10到14，都会有12度到14度上下的一个温度。那至于在中南部，也是会有部分地区降到14度以下。今仔日愈暗会愈寒，气象署对基隆、新北、桃园、新竹、苗栗、甲宜兰发布低温特报，咱观众朋友就要穿好少。也拜一、拜二，大陆冷气团会豆豆减弱，时到气温会回升。北部高温20度至23度，中南部上热有到25度至28度。不过早暗也是较凉冷，就要注意温差。